當年點解國家出動上千人尋找佢嘅下落，但最終都係無功而返？佢到底去咗邊？難道都市傳說冇呃我哋？羅布泊存在時空之門將佢穿越咗去第二個時空。咁我哋接住上一期未講完嘅內容。咁根據事後所有人嘅口供描述，喺6月17號朝早，大家食緊早餐嗰陣，彭加木望住見底嘅水壺，又突然出聲講到唔可以再等啦，我提議開車去東邊揾水井。但隊員一聽到佢咁講，就馬上勸咗佢，話車汽油而家珍貴過條命。彭副院長，我哋都係等部隊回電再講啦，好唔好？而面對眾人嘅勸阻，彭加木最後亦都冇再爭論，只係沉默走去架越野車度，拎起嗰份老舊嘅地圖繼續研究。後來11點30分，終於收到馬蘭基地嘅回電，但當隊員興奮咁拎住電文內容去揾彭加木嗰陣，先發現架車空無一人，只喺主駕位上面見到一本攤開嘅地圖冊，同埋一張壓喺下面嘅字條，而字條上留有我往東去揾水井，彭6月17號10時30嘅留言。而當大家知道呢一個消息之後，本能反應都係想出去揾佢，不過呢一度唔係北京路，而係死亡之海羅布泊，所以喺個個都缺水嘅情況下，大家根本就唔敢揾太遠。因此呢一張薄薄嘅字條，最終就變成咗彭加木同呢一個世界嘅訣別。咁當然啦，嗰個年代嘅祖國真係好艱苦，同而家完全係兩個世界。而且一個曾經半隻腳由鬼門關伸翻出嚟嘅人，佢好容易會陷入一種冇意識嘅認知偏差，因為佢親身經歷過人體驚人嘅生命力，所以好可能導致佢覺得呢份韌性其實係每個隊員都具備㗎。因此佢可能高估咗自己，亦都低估咗發生喺自己身上呢一個罕見嘅醫學奇蹟。咁之後，為咗揾翻彭加木，國家就先後組織咗好多次大規模嘅搜尋。第一次行動為17至19號呢3日嘅黃金搜救期，期間9位科考隊員同軍人一路追蹤，最終喺營地東北方向約10公里處發現咗一處疑似彭加木曾經坐低休息過嘅痕跡，同時仲發現咗一張喺米蘭農場買嘅椰子糖紙。但當腳印延伸至堅硬嘅鹽殼板地段時，所有線索就到此為止。後嚟軍方好快就將呢個壞消息上報咗俾中央，隨即領導人下達死命令，稱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揾到彭加木同志。於是幾十名軍人喺6月20號就開始咗新嘅一輪搜救。期間，據當年有份參與搜救行動嘅軍人描述，當其時從多個區域嘅沙石入邊都翻出咗唔同年代嘅遇難者乾屍，但都冇一副係屬於彭加木。後嚟搜救行動一直冇突破，於是到咗7月7號，任務再度升級。當時中央直接下令，要求新疆軍區配合派出幾百名軍人，以及提供幾十架軍用吉普、20架直升機，組織咗自建國以嚟最大規模嘅一次搜救行動。但最終依然揾唔到彭加木。後嚟到7月17號，羅布泊再次捲起一場3日3夜嘅特大沙塵暴，將成個月以嚟搜救過嘅標記痕跡都徹底抹去。因此迫於無奈，搜救彭加木嘅任務最終宣告停止。因此呢一位中國頂級科學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嘅悲慘結局，就令呢一單失蹤案喺過去嘅40幾年期間衍生出無數個推理版本。其中網上流傳得最廣泛嘅4種現代都市傳說，就分別有雙魚玉佩傳說、時空穿越傳說、病毒傳說以及外國間諜傳說。不過要提醒大家嘅係，本文接落嚟嘅4種描述都只屬於民間傳說故事，所以喺未經科學證實嘅情況下，請大家理性去分別。咁先講，本人認為已經過時，但又係最多人傳嘅雙魚玉佩傳說先。呢個假說嘅重點就係話彭加木喺羅布泊發現咗一件名為雙魚玉佩嘅上古裝置，大概就好似啲穿越劇咁，有咗佢你就可以喺唔同嘅空間進行穿越。不過本人覺得呢個古仔已經傳咗幾十年，而且後期太過添油加醋啦。文案寫下先覺得呢個古仔唔對路，所以實在說服唔到自己，就決定都係唔嘥大家時間啦。咁各位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喺網上揾翻呢個叫做雙魚玉佩傳說嘅古仔嚟睇。咁至於下一個叫時空穿越傳說嘅古仔，雖然同樣講穿越，但係佢嘅切入點就似乎合理少少。核心講法係話，結合羅布泊地球之耳等神秘現象，就有人推測呢一個區域存在平行宇宙或者係蟲洞嘅入口。所以彭加木可能喺獨自揾水源嘅時候誤入其中，穿越到另一個時空。
但係更有版本認為，其實彭加木一早就知道羅布泊存在以上嘅秘密，因而國家一早就有神秘機構去研究呢度嘅超自然神秘現象。不過講到呢度，本身大纜都扯唔埋嘅彭加木，就同西漢之後嘅新朝創建者王莽扯上咗關係，話佢當時受神秘組織指示穿越到漢朝古代，並喺公元9年推翻西漢，建立咗只有短短14年歷史嘅新朝。而呢個講法嘅依據係，一個咁短暫嘅朝代，如果冇現代科學扶持嘅話，係冇可能推行出土地國有化、禁止奴隸買賣等遠超時代嘅政策嘅。而且喺當其時更出土過如現代工具一樣嘅青銅游標卡尺，所以就有人傳出呢啲超前事物係得科學家先識整。而呢位科學家就係喺羅布泊失蹤嘅彭加木啦。咁講到呢度，點解到目前為止 TVB 拍親嘅穿越劇都可以俾到觀眾咁深刻嘅印象？就係因為人哋嘅編劇響成部劇入邊都要遵守外祖父悖論，亦即係我哋中國人所講嘅因果循環。所以對應翻上面彭加木呢個時空穿越傳說，你就知道信呢種講法嘅人有幾離譜啦。因為如果彭加木穿越翻到西漢時期並建立咗新朝，佢就已經實質性咁改變咗歷史。而呢一個行為就會導致佢連自己嘅出世歷史都會被徹底改寫，例如影響咗彭家歷代祖先嘅歷史鏈。咁除非造謠呢個講法嘅人係石頭爆出嚟嘅，如果唔係，彭加木呢個個體就唔會喺20世紀出現，因而就唔會存在呢個穿越者。同樣呢一個穿越者嘅起因消失咗，咁穿越到古代建立新朝呢一個改變歷史嘅說法又點樣產生呢？而且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本頻道喺虛擬世界假說嗰期入邊提過嘅熵增法則，亦即係熱力學第2定律。我哋所處嘅宏觀世界，時間之所以單向流逝，正正就係由熵不斷咁自然增加嘅呢一個大趨勢而被科學定義出嚟㗎。所以逆向穿越本質上就等同於要求熵自發減少，但喺經典物理學嘅範疇裏面，呢個係完全冇可能實現嘅過程。就好似一隻打爛咗嘅雞蛋，絕對冇可能自己變翻原狀一樣。呢個就係時間箭頭嘅方向，亦都係物理定律為逆向穿越所設下嘅一道最根本嘅難關。咁我哋接落嚟再講講第3個偏陰謀論嘅病毒假說，而呢一個故事主要建基於2個疑點，再夾雜一啲傳聞之後，就被加工成為咗接落嚟嘅病毒假說啦。疑點1，網民覺得醫資科考隊專業不對口，比如話彭加木本身係生物化學家，專攻植物病毒，所以如果只係為國家揾鉀鹽礦，當其時點解會揾一位專科係植物病毒學家去帶隊嘅呢？所以呢一個安排，網民覺得相當疑惑。而第2個疑點就係搜救規模嘅異常。彭加木失蹤之後，國家動用極大規模人力物力進行咗4次搜索，但係一支普通科考隊真係有權通過電報調動軍隊運送數百公斤物資咩？咁大陣仗似乎超出一般嘅搜救範疇。而圍繞呢2個疑點，就衍生出接住落嚟嘅民間病毒傳說。傳聞有班後生仔去咗樓蘭古城入邊偷文物，但之後個個都好似鬼上身咁瘋狂奔跑，導致力竭而死。而後續解剖發現佢哋響胃入邊存在神秘植物，經證實俾服食過神秘植物嘅人咬到，就會將瘋狂奔跑嘅病症傳染俾被咬者。後到1950年，羅布泊又傳出存在一支被稱為沙文嘅國軍殘餘部隊，而佢哋嘅戰鬥力異常強悍，懷疑服食咗神秘植物導致。巧合嘅係，到咗1964年，國家就喺羅布泊成功試爆咗第1粒原子彈，並且又喺3年後成功試爆埋氫彈。而咁啱之後呢一度關於沙文軍隊嘅傳聞就冇人再傳啦，因而就有人推測核爆消滅咗某種令沙文異變嘅源頭假說。但到咗上世紀70年代，羅布泊就又有人傳話核爆導致當初嘅病毒變異，並寄生咗喺啲植物上。而到咗1980年，彭加木咁啱就喺考察嘅時候意外發現咗呢一啲變異植物，佢收集咗標本，但因為6月17號外出揾水嘅時候，呢一啲樣本同佢一齊失蹤咗，咁所以全民國家出動大軍搜索，真正目的就係為咗揾翻呢一個極其危險嘅標本。而以上就係網絡比較熱門嘅病毒假說啦。咁最後仲有好多網友天馬行空，認為當時科考隊好有可能混入咗外國特務。
所以等彭加木察覺之後就兜路，故意製造全隊陷入絕境嘅假象。咁樣一方面可以令特務同外界徹底失去聯絡，而另一方面彭加木又可以暗中觀察，確認邊個先係真正嘅特務。而等到摸清特務底細，佢就以錯誤嘅地方名同捉到耶駱駝嘅呢啲暗號為名，向軍方發出電報，暗示隊內有異。而軍方意識到問題之後，就即刻介入。但呢位特務嘅危機意識感好強，所以佢亦都知道自己暴露咗身份，就準備同彭加木以及其他人員嚟個魚死網破。咁當然，以上純粹都係無中生有嘅一啲推理說法。但係唔知大家有冇想過，構成呢一單失蹤案最核心嘅謎題在於，喺佢失蹤後，直到7月17號之前，羅布泊都冇出現過足以完全覆蓋遺體嘅大型沙塵暴。所以試問，呢個被稱之為自建國以嚟最大規模嘅搜救行動，會唔會係一種雷聲大雨點小嘅造勢呢？何況以一個癌症患者嘅生理極限嚟睇，喺缺水狀態下頂住70攝氏度高溫，徒步行走咁崎嶇嘅沙漠地形10公里，其實係極之不合理㗎。所以可能根本就唔存在咩17號彭加木要出去揾水源嘅呢個說法。因此呢一段缺失咗嘅內容，又或者準確講呢一段唔可以公開嘅內容，為咗徹底對外掩蓋真相，就只好對外界聲稱彭加木失咗蹤啦。咁今期關於彭加木離奇失蹤事件嘅分享到呢度就結束啦，非常多謝大家嘅陪伴。喺講再見之前，生於廣東番禺嘅彭加木同志，佢作為科學家對國家同邊疆嘅貢獻，例如生前長期投身新疆科研考察，喺植物病毒學同乾旱區資源研究領域都取得咗重要成果，為後來新疆農業病害防治、資源勘探同環境保護奠定咗科學基礎。佢嗰份探索精神同奉獻嘅足跡，值得全國人學習，亦係我哋廣東省嘅驕傲。好，咁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大家記得點讚加關注支持下，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